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推介嘅產品就係安宮牛黃丸啦。而呢個產品更加就係惠元堂嘅王牌產品添。相信大家咧對安宮牛黃丸都唔會陌生噶啦，更加對惠元堂更加係熟悉添。呢個歷史悠久嘅品牌咧，出品絕對係有保證嘅。同埋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平時呢個中風嘅危機咧？大家咧千祈唔好輕視中風呢個危機喎。平時咧我哋行得走得啊，其實可能都隱藏住好多呢啲唔同嘅隱疾㗎。尤其是有一啲心血管嘅問題啦，同埋三高嘅朋友咧，真係要留意啦。所以呢一個安宮牛黃丸絕對值得買嚟看下門口㗎。仲要係咩咧？呢個惠元堂嘅安宮牛黃丸係100%香港製造，信心保證添。平時一粒市場價係1160，今次我哋健康博覽優惠價1045，呢個優惠力度都好大㗎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入貨嘅好時機啦！約定你哋C01攤位見。惠元堂安宮牛黃丸依據國家藥典處方，不但只用11味藥入藥，而且用頂級天然牛黃、原粒牛黃入藥炮製。活性成分比藥典高出90%，100%香港製造，1年4季，及時服用，預防腦中招。